我係 Hugo 啦，咁我就係做阿軒嘅。我覺得今季阿軒係一個相對比較正義啲嘅角色嚟嘅，即係佢第一季咧嗰陣時就係相對注重啲佢嘅感情線，但係第二季佢可能對琳琳變咗，即係佢係相對佢好想贏咯，個感覺就係俾我，即係佢第一季傻傻地咁樣啦，咁突然間俾人拉咗去學生會咁樣，跟住又遇到一個學校好精英嘅分子啦，咁佢哋又喺度學校搞事啊，咁佢睇唔順眼，咁於是乎佢就想出嚟，即係將佢嘅即係叫做伸張正義咁樣，咁亦都貫徹到即係阿軒本身就係一個好想贏同埋好想做好大事嘅一個人，壓力就有嘅，因為呢季其實就即係多咗好多同學仔啦，一齊去拍咁樣，咁可能多啲對戲啊，嗰啲情緒嘅升溫會多咗好多咁。即係例如第一季，多數我嘅戲都係對住琳琳咁樣兩個人咁樣交戲啦，咁但係今季可能會多咗好多唔同人咁樣嗌交咁樣，